这边请到公，公到公，表示好。坐下。喂，谢谢各位教师，各位助理，各位领导，各位组长，各位专属人才，大家午安。时间咧过得相当真紧，打头甲进入第二个一日，一个过啊。相信呢三位讲师呢，讲这个中庸的课呢，大家会使讲吸收了真济啦，其实有当时编起来心得报告，什么叫做心得报告？什么叫做心得的报告？心得的报告不是咧宣传，也不是咧做评判员，不是咧讲好，这个讲师讲了安怎偌好，拄偌好，我经典的讲师，忠心的讲师，大家拢做过，你唔免去讲学，伊嘛不爱听学的呀，伊今仔讲的道理。你听了讲，某位讲师讲的道理，过一句呢，我听了讲有影，人应该着安怎做？我等下要爱去好好来学习，好好来做，学法着现人的根源伊的模样，踏踏实实去做。我到今日较完全的了解，当时人成为一个圣人，今仔日受2000多年，人还要成为一个圣人，万人的崇拜。所以讲，其实呢，我爱好好学习，今仔听这个课，我以后要安怎好好来做啊？袂用来继续宣传道理，因为你要继续大心的报告宣传道理有当时讲师都讲一日去啊听嘛有啥听，听道理啊就是安尼，因为互我嘛袂知影讲咧，大家需要，上半互我剩半点钟的时间。我就唔敢甲你吵架，吵架你无欢喜啊！无吵袂结束，你欢喜干？哪个吵架你看？有家人说我是啰嗦啦，我这个时代我知影，因为时间未到就唔通甲拖，大家到暗晡去买电视，要等于就我到时间到5点5，我来听讲一个10号分啦，我就甲结束，大家去早等下要较好啦，大家就好，扑啊就拍大声安尼啦有家人说讲了有够好。我知道很困，即摆人甲恁拖无，结果你看说我是啰嗦，明明都一点，都大一点，都补充一点，一点他也很这样，你而家听无使，你今仔听你的心就感觉动心嘛，今仔咱就是个动心，而且会产生脾气，无其他咱就听道理，咱国的祖先本来就天天咱太过天天，嘛袂动摇，会想办法，咱太无想办法，读书济，读书济啊，也无会时啊，这条道理恢复伊本来的面目一样，迄个自信就是混啊，天经无违伊咱理念太济，现在理念太济，现在才产生毛病脾气，毛病脾气对对啦，对伊个前世啦，你是哪发脾气？遮尔济人去到我面唔敢，每天都有来遮开除了，就当心一年，迄开除就32间啦。你若伫遮加上甲讲述，我甲你保证，大家目睭拢白闭。一般人都靠这句也无这句避免安尼。所以讲会是出去就无共啊，出去讲手臂就无共啊。所以讲伫道中的好处就是安尼，会当互你修心，互你静心。因为你的动怒，就是你的前世的问题。因为你提出了好好有人笑话你，你来吵就到底心情搁歹，搁稳出来，你若啥大声，不讲不歹啦，人家这个啥人讲对毛病脾气产生啊，本来就好，闲话唔免就会见面讲囡安尼啦，大气甲大家出来，这是最问题，前世的问题，前世的问题，影响到伊的毛病脾气产生啦。无啦，伊佛性做出你才会毛病脾气，无毛病脾气他就改，无袂讲你这说毛病脾气都歹改，我算了都歹改，你莫甲改莫甲改，讲师讲安尼讲你就莫甲，发怒就免改你就发怒才改，本来无一本无时间紧本来都无迄物件，到后来叫做中庸的中，你爱
看你家己，什么人无我讲求你，哦，所以讲修道在咱个人，啊，你凡你要去做无，咱若无听不来十字，听到尾啊嘛是无改变，哦，啊就他妈命香对拜，我无修，我唔过十番村呢，呀个年呢改变无去，我无啥改变，修不来10年吼，他妈才斤斤计较呢，安尼呢吼，哇，我咧食不来10年嘛，啊，头壳仔嘛拢差不多啦，哇，就到好。安尼都袂输先差不多，哦，最重要就是咱要改变，原因要改变，你改变有几分无？你若小可有改变，人唔咧看，毋是咧改咧偏见，哦，哦，什么公司外口讲，什么公司外口讲，譬如讲，公司对家拢外口讲，我爱听听的吼，几乎我逐暗吼，有闲我就是手举的吼，看是什么书店，还是什么会吼，我甲点的去先讲，然后伊咧，我就从年纪较差咯，我就听了点本书，听了现在开始咧讲，我就体啊，开始咧听安尼，哦，因为袂困觉，我嘛爱浪费时间，这时间坐来听讲看卖安尼就对。所以讲到互我想讲，有当时暗时啊，互我家己啊，拢个人咧开班就是安尼啦，啊，拢听人咧讲道理，迄嘛是这个享受啦。咱拢讲互听，听人讲较慢，哦，听人讲较慢嘛，哦，看安尼有理也无理嘛，啊无道理咱哪会捌？我敢就听你讲。我要做到毋存在我尔，我若会晓做，我就听你讲，对毋对？啊，迄我都捌啦，毋过条万不顾天，啊，知就我落去做，看得破而不过，想得到做不能，必然安尼。我知影毋好，有当时咧解决困难，已经理念太深，哦，理念太深嘛，要改变，随咧改变，毋过呢，心都活动安尼。会计较是会计较，啊，为了小可较清楚，咱大家拢心中咧去顾兄弟姊妹，迄有当时就是大家都安尼，为着一个洗碗，还是留一个涂骹，啊咧食饭唔得，啊拢无人啥来买卖，伊就是到底才完做。呀，伊若做拖无啥物，咱是讲哦，大家工作一条船，咱若袂着赶紧大家做做诶，哦，因为这条船若无掠去吼。会行了慢啊！你若强龙只，也是无咱只条船就较紧的哦。袂说大，袂说大，我咧甲讲吼，说大是打开始尔。你今日只条船你已经做好啊吼，你今只条船开咧开1万的吼，有来用重资呢建设建会船，就亲像一只舟船共款，船起好啊，来就爱翻倒来啊，翻倒啥？看有人要来坐船无咧？你若无人来坐船，你今仔投资贵1万元的了钱呢？了钱，遮是古代人呢，安尼了钱呢，靠这公平。啊，你若有趁钱，大家认真做啦，这只船下去，就生意就好啊，啊，就方便啊，安尼就有趁钱，就有公平，你拢有人分。咱投资过头路，趁钱，咱大家拢分啊，有公平人分。因若大家拢讲。这个啥个负责啥吼，就你也唔参与，也唔参与，无人来坐，是只舟船的，无人要等去往西方去后路去佚佗吼。所以讲，咱大家拢开会，大家开遮济，拢了钱啊！你也了，伊也了，伊也了，大家拢了哦。所以讲，大家建设一间饭店，就是大家开始啊。所以讲嘿，就爱赶紧大人、素人会当来坐遮船，安尼才趁钱啊，才有迄个公益啊。哦，所以讲咱的喜怒哀乐叫做乐，为世欢喜，乐不思蜀，有人时欢喜煞过头去，乐得煞生气啊，哦，喜怒哀乐欢喜啊，哦，为了欢喜，我煞叫往往的，我欢喜甲过头去，安尼有人时欢喜就变成无好啦，安尼啦，哦，怒呢，有人时小可代志，就愤怒，另外就愤怒，迄是惯，啊。咱大家愤怒的习惯呢，